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到这个高雄桃园区的草水部落。昨暝有一台车栽落山谷，这台车是坐一家口仔5个人，因为宝来要转去桃园的半路，因为路基挖空，道路崩塌，规台车全并落山谷。第一时间，这个赛车的爸爸阁有爬起来化救人。 后续，阁冲落去要救太太甲囡仔，想袂到全失去着联络。消防人员早起找着2个人，拢已经明显死亡。民众车顶的行车记录器翕到大路拢是黄土水。一个穿低压低裤的查甫人伫雨中烫只脚，对便坡走起来讨救兵，搁走翻头消失伫画面中。伊就是栽落山谷迄台车姓李的驾驶。 伊个走翻头爬落山坡，敢若是想要救伊的某囝，也毋过也因为安尼失去联络。昨暝9点多，有民众看到伫台二搭线高雄宝来往桃园区方向有一台车栽落山谷。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高雄市六龟往桃园的南横公路台20线这边。我们看到呢，在这个79公里处的路段呢，是因为豪雨的影响，造成路基已经被掏空。大面积的路基和雨水冲了，造成路面崩塌，规条路拢袂当过。 消防局接到通报，派出16台车、31个人，伫暗时9点46分来到现场搜救。是讲山区一直咧上大雨，老农溪水中大水，各条条路的路基落雨雨水冲了，路况真歹，增加搜救的难度。我们紧急来检查路基的部分还可以做这个步行的部分。那我们搜救人员也没有耽误，就赶快利用这样子的步行做接驳的方式，来第一时间持续的一个搜救。根据警方的调查，当时因为上大雨视线真歹。 驾驶敢若无发现头前的路边崩塌，车辆全栽落山谷。赛车是33岁姓李的查甫人，伊载伊37岁太太，甲一对3岁含拄满月的囝儿，也阁有姓李的驾驶含因前某生17岁姓潘的查囝。特搜人员是继续咧搜索。 今日早起超10点过时，伫桃园区草水检查站的附近，小抓发现2个人，一个是17岁驾驶前某的查囝，另外一个身份阁需要确认，2个人拢已经死亡。特搜人员用冷桥将遗体吊挂起来，先送去宝来消防队。啊那村里3个人搁咧继续搜救，希望会当听到好消息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